今日先請即係 Vita 咧，即係何良武先生同我哋講過，即係史上最大嘅詐騙案啊嚇，咁就而家喺美國查封。Vita 你好啊，係你好，珍姐，各位網友好。係啦，今次我哋講即係美國同埋英國兩個咧，就聯手封咗呢個柬埔寨呢個電詐嘅詐騙集團，咁就話佢哋140億美金嘅比特幣啊，話呢個咧簡直就起咗呢個底，係非常之令人震驚。而家即係通緝緊呢個陳志啊，係一個中國福建幫嘅公民啊，所以件事係同中國有啲咩拉能，同埋呢件事咧有幾複雜嘅嘢，同埋涉及到台灣咧。今次就請你先同大家即係詳細講下。係啊，點知涉及台灣啊？香港都有份啊！呢單嘢就係我哋成日講喺電話入邊咧，收到嗰啲 phone scam 啊，電話詐騙啊，同埋香港成日都出現咗嗰啲網上情緣啊，即係氹嗰啲寂寞的心咧。然後跟住成副身家賣樓啊，然後跟住又付咗俾嗰啲即係網上嘅情人啊咁。咁而家咧呢個總部喺柬埔寨呢個 KK 樂園其中一間都唔止一間嘅，今日俾美國同英國去搗破咗。搗破咗咧，咁發現呢個係1987年喺福建出世嘅陳志，睇佢樣即係好眉好貌噶，咁係搞個咁跨國，喺唔止東南亞，唔單止台灣，唔單止香港，亦都喺英國、喺美國各方面，甚至而家你連嗰啲比特幣各方面，哇！嗰種金融詐騙嘅嗰個規模大到咧，據外電報道佢經營嘅賭場同犯罪園區佢嗰啲 revenue 不法所得總額可以達到佢所在嗰個園區柬埔寨國家嘅 GDP 嘅40%哇！即係成個國家咁就，即係半個柬埔寨，佢經營半個柬埔寨嘅國力，你冇搞錯啊！而且佢係得到柬埔寨洪森家族係幫佢加持，封佢做即係啲咩爵位，即係話柬埔寨呢個國家係同中共綁埋一齊。陳志出生喺福建，佢係所謂福建幫，而家睇嚟佢幕後係得到中共國安部係撐腰，甚至唔排除中共國安部嘅第5中隊別動部隊。如果唔係佢生意冇可能做得咁大因為佢可以才可通神，可以教嗰啲人即係同嗰啲警察同嗰啲即係紀律部隊可以打交道，可以打劫佢哋，跟住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咧就去捉人，即係令到警察咧又可以做人，又可以做神，又可以做鬼。哇！嗰種巴閉咧，即係直頭一個國家級。如果同中共國安部掛鈎嘅話咧，就分分鐘佢就係習近平嘅錢袋子。而家美國點解喺呢個時間同英國夾手夾腳搗破呢個咁樣嘅咁重要嘅國際嘅跨國犯罪集團，而且係用電騙嘅方式？